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目睭挂斗界，看人面着爱。这个意思是做人伤贪心，看到别人的物件，就想要共占来用。这个斗界像一支枪，这是早期用米斗牛米的时，将超过米斗钱的米加口转来回收的物件，主要是避免卖米的时，互人伤这来吃亏。这个云林县北港农会就捌因为牛斗的问题和农民抗议，原因是农友要纳车的时，农会讲伊重量无够，无要甲收，农友就想无，伫厝内牛明明都有够，是安那去浪费牛都无够，所以讲就叫三个囡仔做实验。结果呢，标准的牛斗甲浪费牛斗做比较了，发现讲浪费牛斗差半公斤外，所以讲集体甲浪费抗议，也就是讲买米的时，那斗界要紧，牛斗嘛真重要。今日这讲俗语是目睭挂斗界，看人面着爱。